我喺6個月幼師計劃裏邊咧，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有好多唔同嘅人都有唔同嘅障礙啦，我自己都有好多了解。CareER 嘅獎學金計劃入面啦，敘事實踐工作坊係最令我深刻嘅。喺工作坊入面啦，都揾到自己嘅優缺點嘅，咁我哋可以運用呢啲優缺點啦，去揾到自己適合嘅工作，明白到 SEN 即係我哋嘅其中一部分，而唔係全部。成個 program 入邊，我覺得最深刻係 day camp 嘅。我覺得喺 day camp 入邊可以增強到我呢個洞察嘅能力啦，因為喺每一個遊戲入邊，其實我哋需要唔同長處或者能力嘅組員去幫手帶領嗰個遊戲點樣去達到嗰個目標。最大得着咧係因為日營咧佢係 scholarship 嘅最開頭嗰幾步啦，我覺得 ice breaking 係好重要嘅。透過嗰日咧去識到其他拎到 scholarship 嘅同學仔啦。我最記得咧就係有個活動啦，係類似以訛傳訛咁樣。透過呢個活動咧，其實當時我係有啲 idea 嘅。我同大家講咗之後啦，就算當時咧大家都唔係好相熟嘅情況下咧，佢都願意去 adopt 我嘅 idea 嘅。甚至佢同我講咧話，佢哋係幾信任我嘅，所以就令我覺得好受到鼓舞嘅。我希望可以透過呢筆獎學金去學一啲我有興趣而且我未學過嘅嘢。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會想報一啲交流團去擴闊我自己嘅眼界。好多謝嘉里集團同埋 CareER 頒發呢個獎學金俾我啦。咁由於我依家讀緊阿蘇啦，咁我會利用呢筆獎學金去考 IELTS 同埋去交部分嘅阿蘇學費咁樣。多謝嘉里集團同埋 CareER， 我用獎學金嘅一半左右咧去買新嘅 laptop 啦，去應付之後法律嘅考試，而另外嘅一半咧我就儲起去留翻不時之需嘅。多謝嘉里集團 CareER 俾我嘅獎學金啦，我都想去其他方面學習嘅，例如音樂啊、跳舞啊，咁我可以用呢啲獎學金去幫我去完成我去學呢啲嘢啦。最後有少少嘢想鼓勵大家啦，就係面對困難，與其逃避，不如勇敢接受，關關難過關關過。我哋唔好俾 SEN 呢一個 title 去 label 咗自己，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各自唔同嘅長處，我哋好好咁樣發揮同埋運用呢一個長處，去喺唔同嘅領域上面發展就可以啦。只要你夠諗到咧，其實冇乜係困難。與其係奇怪啦，不如可以諗下自己係特別嘅，希望呢種特別咧係成為你脫穎而出嘅其中一部分。